大家好，我係高手少，相信大家有睇最近嘅新聞都知道泰國呢排都幾危險下噶啦。但其實泰國呢啲喺東南亞嚟講濕碎噶咋，有個東南亞國家犀利佢成百倍，犀利到香港以後都冇旅行團去佢嗰度噶啦。嗰個國家就係菲律賓啦。菲律賓到底有幾危險恐怖呢？今日嚟講下嗱，泰國都叫做有啲 area 相對係安全，菲律賓嘅話一入去佢哋國家範圍就經已係危險噶啦，成個國家都係園區嚟。首先嗰邊嘅治安差到一個點，搶嘢、偷嘢、老笠呢啲好常見，報警唔好玩啦！嗰邊嘅警察唔搞你，經已係好好噶啦。嗱，曾經發生過唔少菲律賓警察老屈人販毒、藏毒事件噶啦，無啦啦噶，無仇無怨，咁樣屈 Q 你藏毒，話你犯法咁樣，然後判你坐終身，又或者坐好耐。如果想冇事，就攞筆錢出嚟啦。咁就冇事啦。喺菲律賓，老屈勒索人十分常見，尤其見你非本地人，更加會老屈勒索咗你先，知你唔係本地人，唔屬當地啊嘛。嗱，唔係亂噏，上過幾次新聞噶啦。91年有個領隊喺菲律賓被控販毒，判佢坐終身，要由當時港督彭定康出面救佢返香港。2000年有個香港人叫鄧龍威喺菲律賓玩嘅時候，俾2個菲律賓便衣截停拘捕，指控佢販毒，話佢哋等人喺啲毒嘅包裝簽名，即係有販毒啦。咁樣判終身，坐到而家。2016年香港4個長洲漁民到菲律賓，被安排揸隻漁船返中國大陸。咁當佢哋4個一上船，就俾菲律賓警察拉，話佢哋製毒，又係擺明老屈嘅。因為喺第一輪搜查，成班電視台記者面前搜，咩發現都冇。然後喺視線範圍外，喺間房，班菲律賓警察就話有料到，喺冇獨立第三者面前搜到，明咩事啦？菲律賓啲警察真係好黑，叫佢哋幫你，唔搞你都多謝啦。咁就算佢哋真係好人，有事揾佢哋願意幫你，但佢哋嘅做事效率手法好鬼劣。菲律賓人質事件，身為香港人嘅大家應該都知道下噶啦。成團香港團俾個菲律賓佬持槍挾持，嗰啲賓佬警察到場唔知做乜噶，好多黃金時機可以即時搞掂個匪徒，佢哋唔行動，一直拖，搞到有好多不必要嘅犧牲，所以菲律賓真係好 Q 危險。呢個國家黑到 PK， 執法部門都黑嘅，真係犀利過園區成百倍。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都知道菲律賓有幾鬼危險恐怖噶啦。而家香港真係冇旅行社教菲律賓旅行團噶啦，太危險了，冇必要冒險去咁嘅地方玩。去旅行要冒住生命危險嘅，真係冇必要去。同埋再講，菲律賓都冇乜特別嘢玩，因此菲律賓團自然就冇晒啦。去旅行都係去日本好過。